英国这中华八卦山呢，是因为土质的黏性真好，所以真适合来做庄仔。伫这山脚附近呢，敢若一个庄头内底都有28间的这个庄仔窑。也毋过后来是因为这建筑工法改变，所以烧庄仔的产业煞豆豆啊稀微去。即阵啊是由在地老庄仔窑来变转型，开放参观，嘛互民众有体验的课程。 互民众望八卦山特有的红土，这个土因为黏性好，真适合做庄仔，所以早前八卦山脚附近的花丹乡烧庄仔的产业真兴，在地都一间超过1架子的庄仔窑，举办体验课程，了解庄仔的做法甲发展历史。知影讲庄仔用较济，就无共款的方式，啊，佮有伊的卡起来的方式嘛，拢无共。老师除了介绍一下有各种不同的窑，然后呢还带我们去参观了真正以前在运作的窑厂，非常特别。 台湾伫日本时期引进现代建筑风格，地书庄仔的需求量增加。初期是使用木甲窑烧庄仔，后来发展出半自动化八卦窑，通风效率愈好，产量大。但是921地动了后，因为法规甲建筑工法的改变，烧庄仔产业开始稀微，庄仔窑一个一个互卡掉，敢若剩烟筒讲。要经一条窑嘛，做无简单的。啊，若讲要甲伊毁掉，其实迄就一工就好的代志啊。是大人嘛，做毋甘要讲啊，这个事业安尼，若要甲伊放落掉，其实拢总无彩。啊，所以阮就希望后一代、后2代、后3代，让人看到哦，原来庄仔窑是生做安尼。 庄仔窑业者表示，一间红庄仔厝会当看出单位农村过渡到现代生活过程，嘛是台湾人的生活基地。即阵因甲庄仔窑转型成做体验的场地，透过导览、贴庄仔等等的课程，带大家熟悉做庄仔这项功夫。记者杨思成综合报道。